这个画面真正让人真感动。英国女王在位时间前后有70年，这个查尔斯王子被外讲是等待继任王位时间上久的国王。查尔斯今年已经73岁啊，继任王位了，伊头一篇的这个声明就是悼念伊的老母，表示讲这是上爱悲伤的时刻。新国王打算伫英国时间9月7日要发表全国的谈话。I, Charles, Prince of Wales, do become your liege man of life and limb, and of earthly worship. And faith and truth I will bear unto thee, to live and die against all manner of foes. 1969年，20岁查尔斯跪伫咧妈妈面前念誓词，女王轻轻啊亲查尔斯的面，这友好听见的画面已经真做成回忆。 We are all devastated by the news that we have just heard from Balmoral. The death of Her Majesty the Queen is a huge shock to the nation and to the world.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伫咧英国时间9月7日过身，活到96岁。英国历史内底最上久的王储，今晚73岁王储查尔斯继承正做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，和澳洲、加拿大、纽西兰814个国家的元首。 Returning home, the young couple were reunited. More than 70 years ago, in 1948, her first son, Prince Charles, was born. 身为大汉囝的查尔斯3世，自细汉就真受罪。女王伫咧1953年登基了后，甲真侪心思拢放伫咧国家，特别听伊讲查尔斯因为安尼无乖无爱听话，佮因为含第一任太太戴安娜王妃、第二任太太卡米拉，复杂的情感受影响。 女王若对国家事操心背包，囡仔目顾无好势，母仔的关系总因为安尼袂下。查尔斯3世过往就捌红白讲早逝、感情真侪无好的新闻，影响到伊的形象，毛女王头壳莫哩烧。 虽然母仔袂害关系一直传出来，不过两个人伫咧公开场所，嘛是互大家看到因母仔两个人的感情真深。查尔斯3世继承了后的头一篇声明，就是悼念家己的妈妈，讲这是上悲痛的时阵。 悼念亲爱君主和上爱妈妈，伫咧悼念和变动时期，因为知影女王真受到大家尊重，大家嘛拢真介意，感觉真安慰和坚定。查尔斯3世嘛伫咧9号发表坐起哩王位头一摆对全国谈话。我是李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